哎呀！高点，再高点！哎，大姐，你能不能每次换一个桥段，就用这一招啊，翻墙？哎，高点嘛，再高点！哎，你多少斤呐？本小姐身轻如燕，好吗？再高点儿！啊！高点儿！踩死我了你！哎，你再高点儿啊！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月亮好圆，好漂亮啊！你们也来赏月的是吗？好巧啊！扶晴柔小姐下来。是。此番为何又要逃走？之前不是答应过本王不再逃跑了吗？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。我觉得待在这儿不舒服，所以我就走了。真是儿戏！你我既有婚约，你为何不给本王时间？为何如此不相信本王？没办法，感情破裂，不想待在这儿，跑了清静。堂堂太子妃竟说出如此混账话！等等，你打住！现在婚约未至，我还不是太子妃，你可别高抬了我，我受不起。你，反正不管你今天说什么，我都是要走的。来人呐！在。将他带回房内，严加看管。大婚之前，不得踏出王府半步。是。尊上，晴柔姑娘出门时被灵齐王府的人发现了，此刻已被太子软禁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属下实在无法出手，属下告退。让我过去，我有话要说。让他进来吧。王爷，哼，不对，今时不同以往，应该是太子殿下才对。你有何事啊？我刚刚去晴柔房间探访，为何周围全部都是侍卫？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禁锢人身自由！住口！本王没治你知情不报之罪，你竟敢先向本王来问罪！我有什么罪？晴柔要走，你为何不告知于我？哼！瞧你这话说的，腿是长在晴柔身上的，我拦得住吗？再说了，我跟晴柔是闺蜜，我怎么可能出卖我的闺蜜呢？你与晴柔同日来府，本王也早已把你当作自己人。阿广，我问你，晴柔此番为何又要逃走？哼，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。既然你拿我当自己人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慕容和晴柔两个人，你怎么想的？放肆！哼，哟。这就放肆了，刚刚还说我是自己人呢，你这脸翻的简直比翻书还快啊！你干脆把我也一块关了吧，要不然我到处跟别人说去，你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，哼！罢了，本王的事，你们不会理解的。有什么不理解的？二选一，这有何难？你既然选择了慕容，那晴柔出走就顺理成章。你既然不让晴柔出走，那就让慕容一人走啊！来人呐，在，给我押下去！哎，你至于吗？晴柔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这么对她合适吗？啊！你为何见到我如此慌张？是不是知道我要找你来算账？
双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轻柔走的事情，是不是你跟谢延琪说的？是。你竟敢坏我好事！明天你就给我离开王府，不然我必取你性命！你不会忍心杀我的。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罢了，让你知道事情的轻重。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必然留有后继。我若有什么不测，尹清柔就会收到一封密函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死了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到时候，谢延琪也会知道，是你千方百计地利用他身边的人陷害他多次。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竟敢威胁我！哼，这不是威胁。正如你所说，你我各取所需。我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，又怎能甘居于人后呢？受人指使？你别以为你手中有我的把柄，我就不敢杀你。这世上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吗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是谢延琪让我来劝劝你的。而且我也想来看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。哎，这滋味是不是跟冷宫似的？你说自从穿越过来，这一天天把你给嘚瑟的，我也真是看醉了。切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那你就来看我呀！喏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真是的，难不成你还对我有一点怀念？岂止是怀念，我简直怀念死了，我恨不得从房顶上跳下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我能穿越回上一层梦境，你看我不分分钟折腾死你吧，小样儿！行啊，那你跳啊，跳的时候记得叫上我，我也去强势围个观什么的。顺便呢，我给你抓2只鹰，然后带你翱翔，带你飞，我也送你一程，够仗义吧？尹清柔，你心怎么那么狠呢？不过说真的，你之前跟我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蠢的都能申请吉尼斯了，居然能那么静静的让我欺负。不过后来发现你也不笨。你说我之前干了那么多撂挑子的事儿，不都是你帮我摆平的吗？有的时候我觉得，我还真挺搞不懂你的。哎呀，夸人就不能好好夸吗？好好夸，好好夸，咱俩能这么愉快的对话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其实吧，我也觉得我挺聪明的。停，要吐了啊！夸你2句还找不着北了。不过就拿现在来说吧，你跟谢延琪也相处一段时间了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肯定知道谢延琪会怎么做。我呢，就点到为止了。你自己衡量吧，要走要留，自己看着办啊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
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。哎呀，我到底能不能相信你呢？好烦啊！我以为我也能玛丽苏一回呢，没想到却碰上个优柔寡断的主。男主怎么能这样啊？哎呀，其实不是啦，看人家宁愿关着你都不舍得放你走，他肯定还是喜欢你的。男主一般都这样，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啊！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说孔大小姐，你天天跟着我，到底是要干嘛呀？尹晴柔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着你了？这王府这么大，都是你们家的吗？我出来看太阳不行啊？你抓着我干嘛？这都是上好的仇呢！你闭嘴！啊，感情这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。洪少爽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我每天在王府，我能惹着谁啊？你没看他们带着谢言辰的牌子吗？肯定是谢言辰想要抓我去威胁谢言齐嘛。威胁谢言齐？他们抓你干嘛呀？我美呗，以为我是太子妃的。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。你这是？此乃家乡秘术。秘术？是啊，强身健体，美容养颜。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啊？没事就不可以来看你吗？听闻昨夜有人在花园打斗，可曾伤着你啊？没事啦，我还看了一场现场版的打戏，不算吃亏。没事就好，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出去不就得了？我就知道你在怄气，你多给我一些时间便可。我给你再多时间也是无济于事的。你们两个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看我还是成全你们好了。我会等到你主动放我那天的，我也不用什么送行仪式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可不会像某人一样习惯性的晕倒。再说了，我走很远也没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会处理妥当的。感情这种事儿，其实能让你慢慢考虑的。3人同行，注定会有人受伤，要想两全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我只不过是想等他身体好一些了再做打算，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呢？他要是1个月不好，我们就等1个月；他要是1年不好，我们就等1年。那要是一直都不好，那我们就要等1辈子吗？那我的时间呢？谁来弥补啊？不会那么久的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他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我自会处理妥当。那万一呢？这些事情能确定吗？你为何如此蛮不讲理啊？启禀太子，慕容姑娘又晕倒了。你看，说什么来什么吧。这会儿啊，又晕倒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们的事日后再说，我先去看看他。你等等我嘛，我也要去的。反正我闲着无聊，出去透透气也行。如何？启禀太子，单从脉象上看，不容乐观。慕容姑娘这5年来身体上遭受了重大的伤害，更严重的是心病。《黄帝内经》云：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百病皆生于气。慕容姑娘5年来忧虑、多思、恐惧，早已郁结于心。
五脏六腑都有问题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慕容姑娘目前的身体状况只能静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什么时候能好呢？哦，这也说不准。药物只能缓解。那太医的意思就是这病好不好，只能看心情了。这也不全是，受损的五脏六腑只能静养。那反正就是短时间内好不了了，是吧？应该是的。你看，连太医都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某人还怀抱希望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缓和一下尴尬气氛。太子妃，请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让慕容姑娘早日康复。那就有劳太医了。臣先行告退。青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逃跑了。只是你别再关着我了。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，我不会再关着你了。但是，请你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肯定也没什么空搭理我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青柔，你再多等些时日。慕容身体现在这样，我实在放不下心啊。有什么事，等到身体好转之后，我们再说，行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再絮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青柔，还有，这慕容的身体，你也看到了。你向来主意多，还通些医术。方才见你在练习家乡秘术，不知你家乡是否有能让人调养身体、修护五脏六腑的秘术呢？宣太子。算了，慕容之事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先回房吧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不知母后宣儿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当然是为慕容一事召你前来。现如今，慕容家只剩他一个人存活于世，此次又能重返皇城，必定是为慕容家平反昭雪而来。若他由此心生怨恨，日后必定是后患无穷。还望你多加斟酌。母后为何如此不放过依允呢？如今他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试问他这样如何平反昭雪？若是慕容一家真是被冤枉的，那平反昭雪又有何妨？放肆！你竟敢如此态度对待母后！儿臣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现如今，你父皇身体是越来越差，你身为太子，不但不为他分忧，反而留个祸害在身边。你让你父皇如何安心养病？如何放心将江山交于你手？依允不是祸患，恐怕是母后另有隐情，急于除去他吧。住口！我说慕容依韵留不得，自然留不得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要皇位呢，还是要那个慕容依云？儿臣都要。日后，儿臣必会让母后明白，是母后做错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母后狠心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儿臣告退。好你个慕容一玉，本宫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烦死了！哎呦，烦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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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哎呀，这个仙妻居然让我帮着慕容一玉调理身体，他是不把我当外人，还是不把我当回事儿啊？真是不拿豆包当干粮！谁说不是呢？这简直不可理喻，不知所云，不识下问。让你平时少吃饭，多读书。你告诉我，不耻下问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要太纠结于细节嘛，意思对了就成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你说他是怎么想的？让你给青离治病，我去，也不怕把他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给治死了。要我说，你就给他治一个2级伤残，赶快把这朵小白花给治回花骨朵去。就是嘛，他当我是妙手回春呢，还是天外来客啊？哦，对，我们确实是天外来客，不，非仙，仙女的仙。仙你个头啊！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吗？顶多算个陨石。我要是个陨石就好了，就像慕容那个瓷娃娃，一碰上我，立马碎得连渣儿都没了。他根本就不用你撞，自己跑到你跟前来就碎一地。你说说，这么一个坚如磐石的你，怎么拯救一个支离破碎的他呀？轻柔姑娘，真是说刘备刘备就到，真不禁念叨。进来吧，慕容姑娘，赶紧坐吧。你这身子不好，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，出来瞎溜达干嘛呀？免得再晕了。慕容早上听闻昨夜有刺客闯入，本想过来看看，可是没等走到，就晕倒了。哎呦喂，你晕的可真是时候，都成定番儿了。哎，这技术含量可真高啊！哎，青柔，你赶紧给我学着点儿，别一天到晚跟个汉子似的，推都推不倒。定番是何种技能？依韵听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以后少晕倒就行了。让尹姑娘见笑了。听闻这几日你与颜齐，太子殿下又因我而争吵，依韵实在是过意不去。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呵呵，你别多想，也只有谢元齐他一个人担心而已。我们呀，心态好着呢。都是我不好，太子平日里有那么多事要忙，还让他为我的事而费心。青柔姑娘，请相信我，我是一定会离开的。只是因为太子放心不下我，才让我先在府里养好身子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好好养着吧。反正这王府是谢元齐的，我在这儿也是白吃白住，又不花我一分银两，你不用来找我解释。看来尹姑娘还是不肯接受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说服太子同意我离开的。又装小白花，气死我，看我不治。别，你好生在这儿住着，没事儿。这王府这么大，上上下下也不差您这一口饭。等我跟谢元齐成了亲，到时候我养你。你和太子什么时候成亲呢？要不是你，早成亲了。哎，往那边挪点，别挡着我看风景。啊，好热，你再往那边挪挪。颜齐哥哥，依云，依云，依云！哎呦喂，习惯性晕厥又犯了，我可不敢服。你又对他说什么了？依云，传太医。是。
生气。你叫我来干什么？我又没怎么样，我就让他挪了挪位置，谁知道他就晕了，晕的可真巧。青柔，我不是来责怪你的，只是依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死了关我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你就幻听了。他的身体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医治啊？没有，就算有也不管。青柔，你别这样。你知道的，这些年他吃了很多的苦，你就帮帮他吧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当为了我。你知道，他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就是为了回到我的身边。可我却负了他。那又如何？如今他既然回来了，我就不能眼睁睁地再一次看着他消失。毕竟你们曾经山盟海誓。青柔，现在除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帮他。就算我求你了，求我？为了他？你堂堂灵齐王，当今太子，你为了他慕容依云，居然来求我？在你心中，我始终没有他重要，对吗？不是的，青柔，你和他不同，对他，我只有责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力去救。多谢了。等他医好了，你也别想再见到我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近来身体可好？还是你时刻挂念着母后。我召你前来，是有事想告诉你。母后请讲。想必慕容的事你也有所耳闻了吧？啊，的确，朝廷上下对太子颇有微词。现如今你父皇病重，妻儿又留那个慕容在身边，恐怕迟早是个麻烦。三弟对慕容姑娘照顾有加，又推迟了婚事，恐怕……若是琪儿还是不听我的话，除掉那个慕容，他就别想坐上皇位了。你呀，平日里多替你父皇分担一些朝廷的事务，也许这太子的位置你坐，我才能安心一些。好了，赶快给慕容姑娘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再凉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给慕容送药的时候，把这个交给慕容的丫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武功秘籍。武功秘籍？哎呀，逗你的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，真是很傻很天真啊。小姐，你又拿喜儿开心了。好了，赶紧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凉了。嗯。
四弟，三哥，我正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可知母后为何如此痛恨慕容家，非要置他们于死地才肯罢休呢？当初竟不顾我与依允的婚约，仍连杀他家几百口人，现在还不放过依允，还全然不顾我这个儿子的感受。说的正是。虽说母后平日里被父皇宠得任性一些，但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就唯独慕容家的事情上，她说死也不肯让步。要不是因为母后，依允就不会受这5年的劳苦，你们也就不会……算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只是现在，母后为什么非要置依允于死地呢？我只是觉得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早先听闻，母后的姐姐，也就是你我的姨母，当年也是城中闺秀的头1名。除了样貌出众以外，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，曾被许配给了慕容家的大少爷，也就是慕容依允的父亲。当年父皇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而已，大家都以为姨母的婚事更重要一些。只是姨母不知为何最后自杀了，母后就这么一个同母的姐姐，她当时难过了好一阵子。最后直到父皇登基，她才渐渐缓了过来。哦，还有此事？啊，确有此事，不过其中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是略有耳闻而已。三哥，依允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太医说他5脏6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还需要静静调养啊。秦柔那丫头介意吗？不是，三哥，你也知道三嫂的性格。三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姐姐，你的仇我不会忘记。想当年，你以京城第1美女之誉与慕容家定亲，可是慕容家为了讨好梁王，竟然把你骗去庙里相见，然后偷偷地把你送进梁王府邸，害你受尽凌辱，把你逼上绝路。若不是你的丫鬟九死一生前来告知我真相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都是慕容家所为。姐姐，你我从小相依为命，若不是你护着我，也不会有我的今日。姐姐，这些年我为了打垮慕容家，费尽了心机。可我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妻儿竟会爱上慕容家那个逆子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慕容家所有人都给你陪葬。当年我为了陷害慕容家谋反，说到底也是被妇人之仁所牵绊。我不忍心看着慕容被投入教坊，毕竟他是跟琪儿有过婚约的人。如果将他一并残害，那我不是跟害姐姐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吗？所以我
我只是将他软禁起来，留他一条性命啊！可是没有想到，他居然逃了出来，回到妻儿的身边了。姐姐，你别怪我心狠，实在是这个慕容留不得呀。万一他要给慕容家报仇，后果不敢设想。姐姐，你在天之灵保佑我吧，保佑我，姐姐，保佑我。母后，萧儿，儿臣参见母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儿臣担心父皇的身体啊，恰巧在宫门外看见晴柔，我就带她一起来了。父皇的身体如何呀？你父皇恐怕是不行了。我这个时候宣成儿、琪儿前来，是要宣布废太子之事。本不想让你牵扯其中，可谁知你偏偏跑了过来。母后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总是这么任性。今日不知能否全身而退，有些话现在不说，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和依云真的已经过去了，即便是有遗憾，也无法回到过去。我对他的好，只是出于责任和愧疚。我现在只爱你一人，再一次失去他，我只会难过。若失去你，我便不能独活。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些日子，我只想让依云养好身体，再解决此事，也无心多加解释。何况你也未曾给过我机会。傻瓜，早这样说就好了。不管今日事成与否，我必定与你同生共死。好一个同生共死！
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拿下！是。谁敢？哥哥，妹妹，你就听二王爷的吧。原来你们早有此心，枉我如此信任于你，没有想到你却让我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！妹妹，你就别怪我不念兄妹之情了，给我上！谁敢？上！独孤，元气哥哥，你怎么样？受伤了没有？依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草民参见皇后、王爷，我有心救驾，但实在不了解宫中情况，刚好碰到依允姑娘，要不是她带路，也不可能顺利赶来。独孤，辛苦你了，这都是慕容姑娘的功劳。皇上，皇上！依允，依允，依允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啊！依允，传太医！皇上驾崩了！父皇，皇后娘娘，民女就先行告退了。草民也告退了。皇上驾崩，哀家虽伤心欲绝，但国不能一日无君。幸好皇上生前立下太子，并留下诏书。邱公公在。宣旨吧。是。太子谢延琪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在此谢延琪品行贵重，深得朕心，可承皇位，钦此。儿臣领旨谢恩。几位都是皇上在位期间信得过的大臣，还望以后能尽全力辅佐新皇。臣遵旨。儿臣遵旨。请皇后娘娘放心，臣等定当竭尽辅佐，保我江山社稷。好。凌晨王谢延辰，母后，欺君罔上，残害兽族，即日被贬为庶人，驱逐出城。若无旨召见，不得进京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母后，带下去吧。不要赶儿臣走，母后，不要赶儿臣走啊！母后，母后，母后。董印，
忠奸不分。谢谢铸成大错，谢免去相国一职。即日起，闭门思过，1年之内不得迈出房门半步。谢皇后不杀之恩。到。哀家累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盼望母后保重凤体安康。儿臣告退。独孤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这里不是去王府的路，你要去哪里？天下之大，我饿不死的。真的决定不再回去了吗？为什么？刚才你不是还要跟谢延琪同生共死吗？当谢延琪发生危险的时候，第一个扑上去挡刀的，却是他慕容依允。而且，他看见慕容依允那神情紧张的样子，我就明白，以后就算我当上皇后，他心里也只有慕容依允一个人。况且，就像你说的，他是皇上，以后会有3宫6院，一个慕容依允就把我弄得焦头烂额，那以后我真的不敢去想。而且我尹晴柔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男人一心一意的爱。而谢延琪，他的感情世界太复杂了，我接受不了。不如这样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烦恼。是桃花源，还是神龙岛啊？我只不过是俗人一个，怎么能忘得了这世间的凡俗呢？那你一个人去哪里啊？放心吧，我家那么远，我都过来了。独孤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独孤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我们只是顺路而已。李章，你立刻去把全京城最好的大夫给我请过来。每日轮流照看慕容姑娘，切不可有一丝差池。还有，太医说她失血过多，尽快让御膳房按照太医的吩咐，多熬些补血的汤药。一旦慕容醒来，就立即喂她喝。是，快去。还有何事啊？太子，尹姑娘她怎么了？她走了。走了？去何处了？属下也不知啊。尹姑娘出去以后执意不回来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什么？启禀太子，慕容姑娘醒了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禀太子，
目前一切要以登基大典为重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你最好不要亲自一个人去找尹姑娘，更何况尹姑娘素来任性，没准在外面玩2天，自然也就回来了。李让，立刻差人去搜寻秦柔的下落，及时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也要给我找到她。是，速去。为了这皇位，手足相残，骨肉相弃，到底有何意义？太子殿下，双儿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太子殿下眉头紧锁，是有何烦心事吗？不为何事，你先退下吧。双儿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不知道太子殿下可有兴趣吗？哦，是何秘密？殿下难道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尹晴柔的身份吗？晴柔总说她的家乡如何如何，那敢问她有没有带殿下去她的家乡看一看呢？难道她就不想她的家乡吗？难道她就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吗？除非尹晴柔的家乡并非在你我脚下的国土之上，可是她又和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，殿下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实话告诉殿下吧，那尹晴柔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而是来自于未来时空的。殿下是信不过双儿吗？你所说的，本王也曾怀疑过。今日你的言辞，不过证实了本王的怀疑而已。对他尹晴柔又有何影响呢？不妨与你直说了吧。我喜欢的是尹晴柔这个人，跟她来自于哪里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太子殿下的感情自然为真，可是他尹晴柔却没有那么单纯呐。你此话是何用意？若是你道不出个所以然，本王必然定你的罪。双儿既然敢这么说，就必然有证据。尹晴柔想要嫁给太子，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已。这个殿下可知道吗？进宗祠？因为那宗祠里有尹晴柔等人能穿回到现代的重要之物。然而，一个普通人想要进入宗祠，只有嫁给皇室这一条路。所以，双儿想说的是，尹晴柔想嫁给太子是假，利用太子的情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是真。大胆！本王知道你口蜜腹剑，
上帝，后土神之。朕以博德居前敌，本无意大统，无奈先帝执意托付以社稷，岂敢违抗？余闻皇天之明不于常，违规于德。琪儿，我与慕容家的恩怨就是这样。你若平反昭雪，或是立他为妃，母后都不再阻拦你了。我要搬去般若寺，庆登古佛，了此残生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助祭改元常德，大赦天下，一张新朝气象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！皇上，新皇登基，四海升平，皇上的婚事还需早日定夺。对，杨大学士说的非常对。皇上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啊！还望皇上早日大婚，保我江山社稷后继有人呐！皇上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真的是慕容氏作恶在先。那看来太后娘娘的确没有做错。说到底，还是我谢恩启对不起你。皇上，尹晴柔才是先皇钦点的太子妃人选，理应立为皇后啊！万万不可！皇上，那慕容家身世显赫，又与皇上有婚约在先，况且大理寺一案已真相大白，以老臣来看，那慕容一允才是皇后的不二人选。够了，皇上息怒。皇后一事，朕自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，都下去吧。是，臣等告退。难道三哥与秦柔之间出了什么事？那尹晴柔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想要嫁给太子，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已。邱公公，在。朕有一事问你。皇上尽管问，老奴定当知无不言。你与晴柔相识已久，可知她秉性如何？这个晴柔姑娘，平日里虽然精灵古怪，可内心却是温柔善良，确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呐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她是否会做出欺骗朕的事情？这个晴柔为人坦诚，平日里从未有恶语伤人。您不会是跟她有些什么误会吧？尹晴柔想嫁给太子是假，利用太子的情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才为真。邱公公，你旨。是。着慕容依允为我朝皇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，您是。皇上册封慕容依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册封慕容依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啊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晴柔？晴柔！哎，急着找我来，是不是有啥好消息啊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这外头的风声太他妈的紧了。刚刚躲过谢元辰的追杀，这新皇帝就开始下令剿匪，害得老子都没生意可做了。唉，看来这坏事做多了，还真的不行。哎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都他妈哑巴了！哎，你没听街上都在传吗？传什么？
我成天东躲西藏的，我啥也不知道啊。皇上要娶那朵慕容小白花了，咱们谁都进不去宗祠了，这就都穿越不回去了。哎呀，这搞什么搞啊！我以为是好消息呢，我都跟弟兄们告过别了，这下好了啊，一点面子都没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晴柔呢？等我见了这死丫头，我非得好好说说她。你说早就提醒过她，让她别瞎搞，别瞎搞。这下好了，搞出事了吧？肯定是给谢延琪那小子戴绿帽子了。我呸！胡说什么呢？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哎，你总算出现了，赶紧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好好的婚事，这怎么说黄就黄了？哎，晴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尹晴柔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啥办法？这样，我们冒充宫女太监，然后偷偷溜进宫里的宗祠，趁着大婚的时候就赶紧打开龙脉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主意呢，说了半天是去陪葬啊！哎，你能不能听他把话说完啊？碎嘴！我已经托人找好了关系，帮我们进去，只要我们动静不大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好了，大不了一死，赌了，说不定还能回去呢。那我们就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哎，大同，那你真的不穿越回去了？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阿广，大同，生死在此一搏了。是你的哎，我说你装那么多干嘛呀？这东西到咱们那儿又不流通，猜不透是你的这好歹也是金子，等我回去了找人提炼一下。做不了曾说的假象，到最后散场。这些金子我可都是有数的，除非是我想给你。只是你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晴柔，恕独孤冒昧，你为何非要去宗祠呢？我真的很难理解，到底有何缘由？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要你开口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独孤，你帮了我很多，有些事情我想靠我自己。事到如今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外人。不是独孤，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，但此去一行，肯定是一条不归路。我不想连累你，就让晴柔在此跟你好好道个别吧。再见了，好朋友。晴柔，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让我们再去逛逛街吧，像以前那样。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。好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哎呀，走啦！美女，咱俩黑哦。孟江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们都准备撤了，不如一起呀。尹晴柔也在这儿。晴柔，喏，在那儿呢。开宗祠，宗祠开了啊！小心！有刺客！皇上，干啥吧你？皇上。你疯了！你放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没放，以我的能耐，我根本挟持不了他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会来我和依允的婚礼上。料到了，好啊。走，晴柔，快走吧！晴柔，阿国，晴柔，阿国，你休想这么舒服的离开！我不想走了。晴柔，你真的不走了？我欠了一个人的债，得还。刺客已被我挟持住，快进来救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！晴柔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：你之前陪在朕的身边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？皇上，该怎么处置啊？全部押入天牢。是。皇上，我是有功的皇上。皇上，谢仁吉。我说孔双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真是竹子的童年，损死你得了！大同，干嘛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？大家都回不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哼！我孔双双就没打算回去。看来你也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是，那又怎样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疯狂的，也只有爱情了。你说我孔双双哪一点不如你尹清柔？凭什么我喜欢的男人都围在你身边？双双，我没有一点要跟你争的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你当然不能有。你不过就是个小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说我该怎么说话？我恨就恨，今天在祠堂就该一刀结果了你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嘿，我说你。晴柔，快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，
他说呢。青柔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你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的眼里只有这个小贱人。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连看都不看我，找死啊你！慌，到底有何事？说吧。启禀皇上，有人夜闯天牢，将尹晴柔劫走。大胆！卑职无能，请皇上恕罪。那另外2人呢？他们还在。随朕去天牢。是。皇上驾到！一会儿他问起，你就说不知道谁劫狱，我定有招数救我们出去。就你那破嘴，我才不信呢！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就在这等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免了。你们2人可知道谁劫持了尹晴柔？回皇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何人劫狱，只看见一个蒙着面的，好吓人。手也没有活口，死无对证。哼！皇上，还有何事？皇上只要答应放了我2人，我孔双双自有办法找到尹晴柔。笑话！你2人犯的是死罪，当诛9族，居然还敢谈条件！冤枉啊，皇上！双儿何罪之有啊？双儿不但没有与他人同流合污挟持皇上，还帮皇上抓到了尹晴柔。若说我有罪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走。皇上，皇上还记得这个玉佩吗？你曾经答应过双儿，有朝一日我要有事求你，你必会答应我。想必皇上一定明白，既然我能帮你找到尹晴柔一次，就肯定能再找到一次。李章，放了他们。皇上，朕说放了他们。哼！是。燕曲，燕曲，你如此每天想念着他，心里可曾有过我的位置呢？哪怕你心中只有那么一丁点角落属于我，我也不枉此生与你相识一场。晴柔，独孤此生真的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独孤，晴柔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晴柔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尊上，飞鸽传来急报，还请尊上定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可是尊上，此事紧迫呀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哎，等一下，贝协粥和小菜送进来。是。尊上，独孤远，这到底是哪儿？
你究竟是谁？青柔，你刚醒来，千万不要激动。等你恢复好了，我慢慢再解释给你听。独孤远，你要现在不告诉我立马就走。青柔，青柔。好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正如你所见，这就是名山脚下。莫非这就是明炼宫？没错，我独孤远就是明炼宫的宫主。你是公主？可别人都说明炼宫是邪门邪派啊。邪门邪派？可那些自称名门正派的人，每天不也都干着偷鸡摸狗、肮脏不堪的事情吗？原来你一直隐藏在灵齐王府，就是想要利用我们。我知道了，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你设计的。青柔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的确对你有所隐瞒，但是其他事情上，我从来没骗过你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更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。独孤远，事到如今，欺不欺骗，伤不伤害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如果不是到了这般天地，我看你还是会一直隐瞒下去吧。青柔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出去吧。青柔，你出去。好，你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皇后娘娘这对簪花啊，可真好看。簪再好，人再美，又有何用？皇上从来都不踏进我寝宫一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只是一时忙于政事，所以忽略了娘娘。娘娘这么动人，皇上怎么会不来看您呢？皇后娘娘，双儿姑娘求见。快快请进来。是。双儿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我无需多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快些过来。娘娘今日果然是美颜动人呐。姐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美艳又有何用？还不是一样被冷落。娘娘，请恕双儿直言。皇上若不主动，娘娘您何不多走一步呢？皇上的心中，怕是有慕容触及不到的地方啊。傻妹妹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捂不热的地方，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不能闪避，要多与皇上亲近亲近才是啊。你说的，也算是有几分道理。